歡迎大家嚟收睇我哋呢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嘅介紹分享頻道。咁樣呢，首先恭喜大家啦，已經完成咗我哋嘅晉級賽，從而獲得我哋呢個總決賽嘅入場券。咁而呢喺呢個介紹分享頻道裡面啦，咁我哋就會介紹一下啦呢個總決賽嘅資訊嘅。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就開始我哋嘅分享啦。咁就等我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啦。呢個比賽咧就由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主辦嘅，由2012年舉辦至今，係最權威嘅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賽事之一。每年喺香港區嘅初賽都吸引到2萬名嘅學生參加，係國際間唔同教育機構嘅數學能力參考指標。而呢比賽咧嘅宗旨咧就透過舉辦競賽咧，去激發同埋培養青少年學習數學嘅興趣，強化同埋提高青少年嘅創新思維能力，擴展咧唔同嘅地區同埋國家啦嘅青少年嘅國際視野。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啦嘅總決賽啦，每年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舉辦嘅，吸引超過2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隊參賽，係名副其實嘅殿堂級奧數競賽嚟㗎。而喺比賽資訊方面，今年嘅總決賽就會安排咗喺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喺越南河內嘅 Homai Star School 度舉行嘅。而另一方面啦，頒獎典禮咧就會喺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喺 Vietnam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度舉行嘅。詳細旅程可以參考總決賽嘅報名表。然後喺獎項方面，每級都會設有呢個冠軍，即係每級嘅第一名。然後頭8% 就可以獲得呢個金獎，跟住嘅10% 可以獲得銀獎，再跟住嘅24% 咧可以獲得呢個銅獎嘅。然後每個參賽地區最高分嘅選手更加可以獲得呢個國際之星添。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睇一啲咧有機會咧喺呢個總決賽度見到嘅題目。好，我哋嚟睇一睇。例一，佢就話啦，汽車以每秒咧7米嘅速度咧行咗頭嘅140米，再以咧每秒16米嘅速度咧行咗跟住嘅160米。問啊，汽車喺全程嘅平均速率啊係幾多米每秒啊？咁點樣做啊？呢個題目我哋首先睇下先，因為咧平均速率咧佢係同其他平均唔同嘅，佢唔可以就咁將前面個速度咧同後面速度咧加埋除以就算嘅，因為咧佢行嘅時間係唔一樣嘅，前面嗰節同後面嗰節係咪？好啦，咁我哋要點做咧？我哋首先要揾翻條式先，就係平均速率咧就等於總距離除總時間，所以咧我哋首先就要揾咗佢總共行咗幾遠先。佢行嘅距離就係前面嘅140啦，再加後面嘅160啦，即係300啦。然之後咧，佢行咗幾耐咧？咁我諗下先。咁首先喺前面嗰節，佢行咗140米，而每秒咧就行7米嘅。140除翻7咧，我哋就會有20秒，即係佢行咗20秒。咁同樣地啦，後半節嘅旅程啦，都係一樣嘅。都係160除翻16就知道佢行咗幾耐㗎啦，咁就應該係10米嚟嘅10秒，咁所以咧就20再加10秒咧就係30秒啦，所以佢行嘅總時間咧就係30秒。咁我哋將個總距離啦除呢個總時間啦，我哋就會有300除翻30即係10，咁所以咧佢嘅速度咧就係10米每秒啦。OK， 好，呢題冇問題咧，我哋就繼續落去㗎啦噃。咁我哋跟住咧就嚟到第二條啦。咁我哋一齊嚟睇一睇佢講乜嘢啦。例二佢就話啦，參考附圖，圖二嘅圖案咧係由兩個圖一嘅圖案咧重疊而成嘅。問圖二裡面啊嘅陰影部分面積係幾多平方厘米咧？咁點做咧？我哋望下先。圖一咧佢淨係俾咗6 cm 同埋8 cm 一個比較奇怪位嘅數字我哋，而其他幾條邊咧嘅數字都冇俾嘅，佢嘅長度都冇俾嘅。好啦，咁而咧佢哋需要啦，我哋揾呢個圖二嘅灰色部分。咁呢條題目點做好咧？咁啊諗下先，佢提到個圖案係重疊而成嘅，即係咩咧？即係咧，我哋而家用紅色框起呢個部分啦，其實就係圖一嘅圖案嚟嘅。另外咧，藍色框起嘅呢個部分啦，都係圖一嘅圖案嚟嘅。咁有咩特別咧？我哋會發現咧，
中間咧佢哋有地方重疊咗嘅，藍色同紅色兩個圖案嘅部分係重疊咗嘅，就係綠色呢個部分，亦即係對於紅色嗰邊同藍色嗰邊綠色嘅部分嘅面積都一樣啦。而要注意嘅就係原本藍色同紅色呢兩個圖案啦，本身佢嘅面積應該係一樣㗎。點解？因為佢哋係同樣嘅圖案嚟嘅。而減去咗相同面積嘅綠色部分之後，咁會有咩啊？我哋發現紅色框裏面剩低嘅白色嘅部分，就會等於藍色嘅框裏面嘅灰色嘅部分。亦即係話呢個陰影部分嘅面積可以直接寫成個白色嘅長方形嘅面積，亦即係話個答案就會係6乘8，亦即係48平方厘米啦。好，咁仲有冇問題先？如果冇問題嘅話咧，我哋就去下一個部分啦。咁跟住落嚟啦，就除咗我哋頭先講嘅兩條例題之外啦，我哋仲安排咗一啲題目咧，俾大家可以試一試新手。好，大家咧可以睇一睇呢條題目啦。咁如果大家試完之後咧，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啦，我哋會有呢個答案俾翻大家睇一睇嘅。好，咁大家可以睇一睇接下落嚟嘅呢6題嘅題目。相信大家咧喺前面嘅題目咧都已經試完新手啦。咁跟住咧，我哋會繼續翻嚟啦，同大家講解我哋奧數協會嘅積分獎勵計劃嘅。如果各位咧喺我哋奧數協會嘅比賽度咧獲得獎項，例如啦，如果你係今次 AIMO 嘅總決賽裡面啦獲得各級前3名嘅話咧，可以獲得9分；如果獲得金獎或以上咧，可以獲得7分；銀獎咧就可以獲得6分；紅獎咧就獲得5分。咁而如果獲得呢一個一定積分嘅話，可以有咩用咧？咁如果咧獲得26分嘅話咧，就可以成為我哋嘅 Pioneer。42分咧可以成為 Legend。如果咧係各級嘅前3名，而且多過42分嘅話咧，更加可以成為我哋嘅 Legend of Legend 添。而為咗咁多位咧想勇於挑戰自己嘅同學仔咧，我哋就安排咗呢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特訓計劃。我哋呢個特訓計劃咧係一節課時咧長達3個鐘。100% 完全模擬比賽實況，令到咁多位咧可以完全熟習我哋嘅比賽流程同運作。我哋咧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咧按官方嘅授權資料咧分析模擬試題嘅，同坊間啲虛構分析係完全唔同㗎。如果大家對於我哋嘅特訓計劃咧有興趣嘅話，可以點樣報名呢？大家咧可以喺呢個總決賽嘅邀請函上面報名。而另外一方面啦，我哋亦都有呢個線上特訓課程嘅。內容咧就同呢個實體嘅特訓計劃係完全相同㗎，都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咧喺影片裏面分析模擬試題。特點係咧唔受時間同埋地點嘅限制，可以隨時學習。而另外咧亦都可以60日裏面啦無限次咧重溫模擬試題嘅。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瀏覽以下嘅網站去購買我哋嘅課程㗎。好，咁去到最後啦。呢度咧，我哋會俾翻前面嘅題目嘅答案大家睇一睇嘅。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最後咧約定大家喺我哋嘅比賽嘅頒獎台上面見面嘅咯喎，拜拜。